請各位記得俾 like、share 同埋訂閱，係免費㗎，只要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Grenfell 街係溫哥華一條好繁華熱鬧嘅大街，條街好長，南邊接住 Marine Drive， 北邊呢就可以直到市中心嘅 Waterfront。我哋可以喺呢條街揾到唔同地方特色嘅食店，又可以直出 downtown， 去到離 Grenfell 街好近嘅美術館去參觀。嗰日我哋就分別享受咗視覺嘅盛宴，同埋一餐地道嘅台灣牛肉麵啦。身在此山072美術館與牛肉麵。坐落喺市中心嘅溫哥華美術館 Vancouver Art Gallery 原本係1906年落成嘅法院大樓，唔怪得睇嚟咁古典莊嚴。到1983年先至改建成美術館，館前嘅空地係市中心少有嘅公共空間。我哋參觀嗰日，特別去享受美術館每月一次嘅免費日，只要喺網上預訂就唔使去到排長龍啦。一踏入美術館，就俾地上彩色繽紛嘅線條吸引住。原來係藝術家 Jim Lambie 用大量彩色乙烯膠裝飾整成。佢將成間館嘅入口變成各種幾何圖案，襯翻館裏面圓形嘅大廳同樓梯，令到行上樓都變成藝術嘅一部分。另一個好有現代感嘅展覽，展出藝術家 Emily Herman 嘅作品。佢係美術館最新推出嘅 Vancouver Now 系列中嘅第一位。嗰日咁啱就係展出嘅第一日，藝術家將電信電線、網絡設備材料重新組合成藝術品，相當有啟發性。真係嘅，藝術本來就應該來自生活嘅啦。另一個主題展叫做 Future Geographies：Art in the Century of Climate Change， 講氣候變化同環境危機，係加拿大第一個大型從全球角度探討氣候危機同當代藝術交集嘅展覽。透過繪畫、攝影、雕塑同埋裝置藝術，思考氣候變化點樣改變我哋對地球嘅理解。4樓佈置咗個大樹窿，俾參觀者坐入去聽植物學家講千年大樹，有啲似聽緊樹嘅心跳聲咁。睇完豐富嘅藝術展覽，享受完視覺嘅盛宴，係時候食翻餐慰勞下自己。我哋去食過翻尋味嘅黃記台灣牛肉麵，之前去過一次，對佢炆到又腍又香嘅牛肉留低好深印象。今次加多碗半斤半肉，啲牛筋炆到軟軟滑滑，非常入味。再配個炸鹽酥雞，口感香脆，相當有特色。藝術加美食，為呢次參觀增添額外嘅滿足感。